来看朝鲜半岛的局势，受到北韩继续试射飞弹的威胁，目前是个非常的紧张。南韩昨20日又个举办一个大阅兵。南韩总统尹锡悦除了强调甲美国的军事关系，即嘛是愈巴咯，嘛警告北韩唔通使用核武。伫咧甲北韩关系恶化时阵，如果为着要纪念建军75周年，南韩2日举行自2013年了第一遍的阅兵大典。全长2公里的阅兵队伍，总共动员4600位韩国的士兵，并且由300多位美国作战部队陪同，经过首尔的主要商业区加光化门地区。南韩自1998年开始，若拄到5或者是10个周年年份，将会动员兵力加武器办国军力的阅兵仪式。前总统文在寅主政的时阵，两韩关系有较缓和，南韩也停办阅兵活动，只敢以庆典的形式来纪念建军节。因为这边出动大量的武器装备列队游过，包括自主研发会当打击北韩的核武导弹，也有自走炮等尖端的武器军备，展现军事实力安定民生，甲威胁北韩的目的真明显。南韩总统尹锡悦第一遍甲市民接连参加阅兵典礼，除了肯定韩美军事关系更加进一步，也警告北韩唔通随便动用核武，若无平壤的金正恩政权将会被终结。另外，中日韩3个外交官员伫咧首尔举行的高官会议达成共识，伫当4年无召开的3国峰会，将会伫咧3方面拢方便的时阵赶紧召开。因为外界认为，伫咧美日韩加强结盟的时阵，推动重新启动中日韩3国峰会，是日本甲韩国作为美国盟友，想要稳定甲北京关系的动作。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。